各位兄弟，大家平安。非常的感谢教会邀请谈拄伫祈祷的时阵，牧师讲着，哇，咱教会对得胜者开始有的时阵，就是安尼来支持。我听着足感恩的所以我今仔日真荣幸啦会当来伫遮甲兄弟姊妹请安，代表阮的得胜者教育学会来向大家人请安，并且嘛来报告得胜者即站阮所伫做的除了我以外阮的大家人可能有真熟悉阮的桃园的主任甲专员拢伫遮感谢主，互阮即个机会。本来今仔日即个讲台是阮的秘书长特地要来到遮但是伊拄好身体拄着一个真讲起来嘛有一点仔意外啦即个批状即个胆结石无想到迄个煞变做12指肠煞破空煞变做腹膜炎。哇！所以兄弟姊妹，继续为伊来祈祷即嘛是平安是加护病房豆安尼要来恢复咱同齐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今仔日互我有机会来伫遮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得胜者教育学会伫青少年当中的工作。主，你嘛照着教会伫遮徛起。来祝福真侪青少年，不管伫学校，不管是来到教会、社区的囡仔，主拢有机会来得到你的快乐，伫因的生命中，来好好徛起。我嘛伫遮纪念阮的洪嘉丽秘书长，伊的身体会当紧紧来恢复。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那我今仔日呢，有继续用秘书长用的即个经节甲伊的题目但是我的内容呢，检查有甲伊较无共对吧那但是我伫遮呢，咱读的即个圣经伫迄个以弗所书16章14节的时阵，伊就讲要站稳了歹势我后壁用的经文检查拢用和合本的啦我想兄弟姊妹无问题即个徛稳若听到即个爱徛稳你的画面有啥物画面伫你的内面无？军人徛好势，是囡仔安行路行袂好势，徛稳我听即个这句话的时阵我头一个有一个画面伫我的内面我嘛感觉真趣味毋知兄弟姊妹捌看过即部影片无？李安早期的即个推手。哇！内底有一个画面我感觉，我就想着讲，迄个一个学过中国功夫的老大人徛伫遐，那几个成年人呢，要来甲伊刷走刷袂走呢，徛甲稳，徛伫遐，是安怎呢？因为呢，伊有练迄个内面的。内功啦内功真好，所以徛足稳的我就感觉讲对，咱的圣经内底有话嘛，是讲你们要靠着主你来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刚强的人然后主会开力伫咱的内面呢有一个力伫遐，你就徛会稳保罗对这件代志真要紧所以伊伫上款伫第3章16节的时阵，伊嘛安尼讲伊讲求咱就爱来祈祷，求伊照着伊丰盛的荣耀照着伊的灵，照着上帝的灵呢，叫恁心内的力量刚强起来。一个人徛会稳，是因为安那心内坚强伊心内爱有坚强的溃烂这个心理的力量呢，照原文来翻译呢，伊嘛会当翻译做里面的人，你内面迄个人，你内面迄个人都爱徛好我就在想咱这个现代咱的环境内面，大家在想讲，咱要互内底的溃烂徛会稳，容不容易？伫现今的时代，我感觉无啥容易，并不容易。是安怎讲呢？
我要对这个大家人来讲，就是在这个时代有一个挑战，互咱对咱心内这个力量失去了注意。这个有一部影片在2021年的时阵 ，Netflix 的一个纪录片，不知道有兄弟姊妹看过无？这个纪录片叫做《智能社会进退两难》。智能社会当时是智能社会，咱今嘛到底智能社会？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无得用手机会请举手？会无呢？所以大家人拢伫智能社会，你拢有一个智慧型手机吧？所以我们都处在智能社会。伊讲智能社会进退两难啊。是安怎讲智能社会进退两难？这部影片伊讲到的是在探讨这个社群媒体啊，大家人知影社群媒体 FB 啦、Line 啦、Messenger、IG 啦，不管足侪对无什么各种的 APP 啊，这种的内面啊伊这个影片就在讲这个物件对咱的影响对咱的一寡的影响。那伊访问真侪迄个社群媒体，当时他制作这的人甲迄什么 Google 啦FB 遐制作的高层人员因呢本来就是互咱大家人方便，嘛带人连接的方便，但是发展到即马因感觉有一个隐忧啦。因有一寡烦恼所以拍这个片互人爱有警醒，爱有警醒伊讲要讲起伊用真侪数据互人知影讲，即摆的社群媒体啊是安怎会影响伫咱的心智、咱的想法、甲咱的生活。兄弟姊妹，若安尼用5秒间安尼小想一下，你有因为用手机用较久耽误什么代志无？是咯，伊就是伊，互咱去较想咧伊讲咱其实啦，迄个影片内面讲，咱伫网络里面，你讲的任何一句话都被记录下来，你有想到无？咱讲的话，拢互记录你较爱看什么影片？伊拢知影所以继续送互你，对无？你就搁继续看，有安尼的情形无？有对智能社会像我不爱看，进退两难，我到底要看无？我唔爱看无，安尼有这个情形所以伫现今的时代真正是对咱来讲伊就讲着讲咱即马较早的网络迄个手机咱拢感觉伊就是一个工具对咱来讲咱已经唔限是伫一个科技的环境，伊嘛进入一个什么？进入一个操弄和成瘾的科技环境。操弄，就安尼，我会不会被操弄了？我的想法会不会被影响了甚至成瘾的这种科技环境，所以伊就互咱安尼，爱来有一个警醒，在这个影片内面安尼讲所以呢，到我即马所讲的，你有感觉讲，咱伫已经是一个安尼资讯足济的一个动荡的时阵，要靠内地的困难，靠主的困难徛稳，容不容易？我感觉无啥物容易。对我来讲，嘛有这个警醒我发现，我就较早灵修用足久的足济时间，上欢喜就是看圣经。我发现减少了减少那些时间看较济一寡评论一寡当我看这个纪录片以后我有一寡警醒，到底爱较节制咧爱有这个情形这个智能社会这个影片内底伊都讲着伊讲这个演算法毋是为着要欢喜互你欢喜你爱看这个互你继续看。伊讲伊其实是要什么样？他要的是你的注意力讲演算法呢，是确保你会当一直呢停伫荧幕顶管这个看了今日个了的无就是只看2-3分钟，就搁换别个安尼来到一个所在，迄个讲着讲，这个时阵呢叫做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我唔知你听过无？
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艺术是啥物货？艺术就是讲现代的社会咱这个注意力变做一个真稀奇，并且呢是有价值的哦。本来咱的注意力就有价值伊讲各种的媒体平台甲迄个商业机构都是要吸引咱的注意，对无？互咱甲时间放伫内底。同时呢，其实咱大家来想，它会不会弱化了我们内在的注意力？因为你拢在注意外口的这的新闻，无就是这的信息。同时呢，咱若看真济检测嘛会扭曲咱的价值观。当然嘛，伊嘛有真好的，咱这个是一个工具，咱若是好好来用，有哪是有会当摕到正向的经验那我都想到讲，对，咱的青少年，阮得胜者教育协会着重的就是青少年青少年会当讲在这个智能社会当中呢，我们称它叫做阿尔法世代。大家人小看者，你唔知是哪一个世代我是婴儿潮时期连X 世代、Y 世代、Z 世代，甲他有智慧型手机以后的是阿尔法世代差不多是2010年智慧型手机 iPhone 是2008年推出来的。迄阵伫即卖囡仔来讲，差不多伫国中即卖2015年嘛高中以下或者甚至大专生，他们都是在网络的原住民啦。即卖真侪囡仔嘛拢有啥物？嘛拢一人一手机，对无？安尼的情形之下，中大的囡仔。伊嘛常常用手机，这个时阵呢，因有啥物特质无？因的特质就是呢，嘛是真紧看真侪消息，但是呢，兴趣这对家有兴趣，真紧这个兴趣检查就去换别项所以因的动机常常在刷移搁有呢，因嘛对迄个这个较无耐心去探索。一寡较深的问题就紧来找答案就好毋是家己伫遐想啦大家人讨论，毋是安尼真侪。所以安尼的特质内面呢，囡仔会变做啥？即摆青少年呢，讲起来呢，就是呢，真是因对家己较无去认识自己，会不太认识自己，到底我真正喜欢什么？就是跟着好像很多的流行这样那还有呢，就是因为是安尼，因嘛对别人的心办嘛缺少同理心哥呢，因为较无耐心，所以遇到挫折呢，就很容易放弃所以当安尼讲，就是即摆的囡仔内面被弱化了，他们很少对里面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好好的去互家己内面的迄个力量，真正会安尼好像建立起来。那咱个倒来看这个注意力经济，谈到我讲，检测有兄弟姊妹讲，这到底是啥物货？这社群媒体这请问社群媒体伊到底是伊的客户是啥物人？伊到底是咧卖啥物物件互啥物人呢？其实伊的客户主要是广告商，是广告商。广告商。到底伊要买啥物物件？伊客户卖出去啥物货？伫 Netflix 这个纪录片内面有一句话伊讲如果你没有为产品付出什么，你得用 FB 啦，你得用 Line 啦，你得用，你并无付钱吧？恁有付钱？咱有付钱无？我无啦。我看 YouTube 我嘛无付钱。伊讲如果你没有付费。那么你就是产品本身，这什么意思我看想无呢，我起头嘛想无，我背后有一个觉醒就讲，我若真做产品本身，到底社群媒体要我什么？他要的是你的时间，要的是你的专注力，变成我的时间、我的专注力、我的注意力，真做商品啦。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头，我的时间怎么用，我的注意力注意些什么，这是很重要，我们养成的过程，对不？所以
会当来讲，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呢，就是讲，加强调咱的注意力，亲像钱共款吼，是一种会当竞争、会当买、会当操纵的一个资源啦。你有想到，你家己遮尔宝贵无？咱是遮尔，咱的注意力、咱的专注力，吼。所以，当咱若来理解这点的时阵，咱就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就爱知影讲，哇，我到底是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让我成为有福的人，还是我拢在看媒体内底遐的话，吼，来影响着我的什么？我毋是讲媒体拢唔好，我感觉就是要善用，吼，需要善用那个工具，那会进行。所以咱需要有一个强化咱家己的内在注意力，并且知影讲我要做出什么款的选择，才会当徛稳，培养这个所谓的内在的这个心理的韧性啦。好，即摆像在讲这个心理的韧性，会当讲就是内功，他讲会徛稳，迄个内功的操练，这对现代青少年这是一段时间来。一寡研究拢讲到，所以伫2024年去年的《天下》杂志的标题叫做“心理韧性”。好，这个心理韧性内底，伊就安尼讲，伊讲，即摆青少年活咧网络跟社群媒体之下伊有一个名称，谈到咱讲叫做阿尔法世代，伊再个叫做过曝的世代，一直在曝露在这样子。他说，分分秒秒呢就被曝露在被评价。因看到人彼此互动当中，有人对于有没有按赞、没有按赞，还是讲到什么款的并且说在互相评价的虚拟世界，又多变又复杂的，所以因的心理韧性，伊就讲到就这代讲爱足强，无这个囡仔安那看到就规工拢无爽快，甚至有人因为网络霸凌而自杀的，咱嘛捌听过，就是安尼。伊讲这就是爱互伊的一个软实力，是需要软实力，更是过曝世代未来的必要内功。这是亲子天下用的话哦，那是伊的必要内功。讲到这，我特别来讲，其实阮德信者所有的这个教材活动，阮就是希望。扎根啦，扎根遮的囡仔，那我知影，咱中间兄弟姊妹真侪人认捌阮的课程，阮检测问题处理、情绪管理拢真熟，其实阮即马有6个课程，除了问题处理、情绪管理，那为囡仔被霸凌教育在因为学校内底，我嘛有一个宽恕课程。我感觉这个宽恕课程，我特地非常的喜欢，那是咱的信用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宽恕、饶恕的议题。个介意安那理财，就是财商致富4S，情感教育 Love 好好学。最近阮因为看到这个社会，整个社会地球上的需要有一个永续的观念，所以我们有一个永续传善的课程。我们发现地球基本上到处都在谈永续，但是非常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其实是人内的心呐，要有善为底，才有真正带出那个永续的概念。不然看到到处在战争做的这些决策，是不是出自人的善念？那所以。我这个课程都是期盼呢，操练呢年轻人里面的那个内功，互因徛咧在，会当徛在底下，会当好好啊徛在。所以德信这的课程呢，要教咱这的青少年，不管是伫学校，还是有机会，咱教会内底的青少年，我感觉嘛真需要，互因有这的慧力，无因嘛是。伫外口所看的，伫学校所听的，因内底有真正上帝的真理，照因的方式，互因了解的情形来建构因迄个内功。会当安尼讲我就是要希望下一青少年会当勇敢的站立会当徛在迄个内功所以
大约来讲，就是阮会挖刻上帝的话来建立学生的价值观。比如阮伫学校，还是伫社区讲的时阵，检采毋是照好像敢若讲咱教会较熟悉的迄种讲法吼，检采囡仔听了靠一个断层的吼。其实呢，我们都是用教会圣经的价值信念，然后用比较活泼、学生听得来的方式哈，然后呢，建构他们的价值。那每一个课点，每一个单元，每一个单元内底，拢有一句得胜金句哈。我就今天遐的经文熟悉，比如我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哈。什么这个施比受更有福啦，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啊，这拢是伫每一课的课程内面。那阮的每一个课程有10单元、18单元或10单元，每一个拢有一句话6个课程，大家想想看，这个囡仔若甲背起来，嘛是真侪上帝的根基的话语伫因的内面。好，那我嘛是还阁有咧，就是呢。好，学生会当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那像这个图吼，咱若看到以弗所书这段圣经，常常都会想到一个，这个武士哈，或者说站立的稳，伊的迄个配套哈，那这个装备啊哈，其实就是阮伫课程内面呢，每一个课程，阮会互学生有明确的操作步骤。伊会当安怎？伊要找伊遇到问题的时阵，伊安怎来做是会当逐步的解决。伊若拄着情绪真歹的时阵，强要是无欢喜，就要蹦出去啊！哈，还是要摔东西的时阵，这个时候他要怎么来做？他可能要先暂缓，怎么样来厘清自己的情绪，一步一步，哈，才会当互伊有好的方法来显出来哈，所以我下骹呢，就想讲用一寡例子啦哈。那这6个内功哈，我都用以弗所书这个6个装备的当成内功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课程的一些价值信念，要互青少年，并且青少年他有一些回应哈。你就知影讲这个囡仔真正透过这个课程对因的帮助哈。第一个就是穿戴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个带子哈，这个腰段啊一束起来哈。那我较早伫军校咧教册哈，学生都甲我讲，因为迄阵咧操练站立啊哈，伊讲都一定要打 S 腰带。S 腰带一打哈，因就徛在遐，徛1、2点钟呢，吼，徛条咧吼，就徛在迄搭位啊，吼，这个意思是啥？会当互因保持警觉，互因会当分辨，这是青少年非常需要的。伊才知影讲，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唔对的，什么是试探，吼，会当来甲拒绝。等咱像这个囡并且伊会当知影讲去有勇气去选择对的。常常伫这个过程是一个挣扎吼，但是呢，爱做出选择。等咱像这个囡仔吼，伊的回应，伊的心得内底，咱咧写，伊讲吼，阮爸爸妈妈常常来吵吵闹闹吼，每一届拢足严重的吼，有一届吼，我就感觉讲，我要来自杀，我担这个家吼无意思安尼啊吼，就是这个时阵吼，伊讲，伊就想起得胜者老师讲的吼。自杀只是逃避啊，问题无解决，我若死，爸爸妈妈长得袂差，嘛袂咧，好，所以伊就会伫遐有一个思想的转变，好，伊就讲到，伊真喜欢上得胜课程，因为对于真侪伊发生的代志，对课程内面伊学到，所以咱就看到讲，这个得胜课程呢，帮助这个同学呢，做出了分辨。并且呢，会当选择一个正向的想法，选择一个正向想法。还有青少年当中，今麦青少年，我有一个试探，常常给他们就是呢，要不要吸烟，要不要用毒物哈？
那这个学生囡仔嘛是安尼讲，伊讲吼，捌看人迄个不婚啊吼，安尼足安尼开始安尼很帅啦吼，安尼开始长大了安尼哈，伊就讲着吼，伊嘛很想要抽烟啦吼，但是呢，当他上过了德胜课程的相知那个毒品的真相的时候啊，伊才知影讲哦，影响我的身体，影响我的未来吼，伊就讲。安尼我都拢无迄个想法，讲要去试即个烟吼。那大家人咱若看新闻知影，即马真侪青少年吼，拢会去用电子烟。这电子烟，就是因感觉讲，哦，大家人嘛流行啦，一方面嘛感觉安尼好像比较帅吼，有这么安尼。伊毋知影讲，迄电子烟内底放啥物款的烟油伫内面，所以即马的问题就是迄个伊托米子。伊托米子这个烟油啊，其实伊是麻醉药，伊部分，所以你甲看真济即摆新闻，咱来看讲，迄个人开车开到咱黑白龙迄，造成毒驾，迄都是伊在使用电子烟的时候，同时呢，伊发作起来时阵，咱像食毒安尼啊，好，那青少年真正。目前伫校园内面，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好，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咱就看到讲，这个同学呢，内底有一个内功被建立起来，他知道要毒品是不能碰的，并且呢，他对着烟的毒的这个呢，他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好，那现代的囡仔还佫有一个挑战伫伊个中间。咱若看拍边啊，即个新闻即个曲线图哈，看迄个曲线就好。这是这5年来少年人自杀的曲线。这个曲线呢，到2024年12岁到17岁，12岁到17岁是啥物？国中生、高中生，自杀的比例高达到快1/5呀，18.4哈。国健署做的统计啊，真侪囡仔的心理测验内底就讲着讲，因常常感觉真孤单，感觉孤单吼，佫有寂寞，无通常为着一寡事情担心，敢若是课业，敢若是厝里的代志，还是什么款的代志，互伊担心，还是情感问题吼。所以出现呢，大家看这的数据来讲，互咱会感觉，哎哟，哪会安尼？咱这囡仔，吼，5年来。国中生自杀的人数比例，大家人知影增加几倍吗？5倍，自杀哦。所以这个代志，真正是这囡仔其实忧郁或者是这些东西情绪不当套，不当套，所以进入了一个精神健康的危机时代。好，阿尔法世代、过曝世代也是一个忧郁的世代，这是联合报给的标题，叫忧郁的世代。这个忧郁的世代需要什么款的来讲？护心镜要来遮胸啊！好，这个忧郁的世代，好，因为精神到底是因需要学习什么？因需要觉察自我的情绪。因爱知影，我即摆是安尼情绪啊，我爱安那来逃放，唔是安尼压压久了。他就变成忧郁，或者甚至有些人就自杀这种情况哈。他需要学到好的方法，有情绪是足正常的。好，有机会我知影咱同工内面有兄弟姊妹内面有阮的情绪管理哈嘛，我知影谈多啊听阮的主任讲，伫成人情绪嘛开始伫咱教会要来进行哈。咱成人人也。需要一起来学了，哈。那需要有好的方法，哈，来梳理情绪。生气对不？会使生气啊！圣经嘛跟咱讲啊，生气但是不要犯罪啊，对不对？哈，也不要含怒到日落。意思就是讲吼，爱较紧来处理，哈，不是讲生气袂使，但是爱会当适当的来处理。就咱像这个囡仔呢，伊就讲到，我讲较紧啦，哈啊，因为我下个礼拜的文稿，大家可以看到比较仔细的内容，我就较紧个。这个囡仔就是其他拢会
压抑哈，伊想讲我莫甲情绪表达出来，结果伊发现家己开始出现像胃痛啦，像不自主的发抖哈。那一直甲伊上了得胜课了，才发现讲，哇，我安尼处理，我不要处理我的情绪，嘛处理唔对，吼啊，所以呢，伊叫老师说改，吼，渐渐的来学习情绪，好。怎么样适当的去表达，适当的沟通，会当做什么代志，互家己较热恋安尼吼。所以哦，伊就讲伊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感觉迄个感谢这得胜老师所教伊的吼。所以咱就看到讲，这个同学呢，这个课程帮助这个同学会当抒发伊的情绪，互伊迄个身心症啊，都慢慢的舒缓了哈。迄个身心症，无这压久哈，真正就会变做那种忧郁啦，尾啊，都这款的情形出来。好，所以咱知影讲，青少年若有人甲引出，伊就会当有学习，会当做出无共款的。好，那这个青少年就讲到讲吼。这个情绪管理哈，超有用的哈。我在家里面哈，比较不会气我弟弟了哈。可能就跟弟弟起冲突，起码知影讲我会当免跟伊起冲突。我那真正足烦的时阵啊我先处理离开一个啊，我会当先创一个什么戏我嘛替弟弟想，伊嘛讲我嘛变成较袂遐尼主观，感觉我家己对所以咱就感觉讲这个情绪管理的课程。帮助啊，这个囡仔呐，帮助这个囡仔开始呢，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好，第三个来讲，嘛真重要，就是真侪青少年其实因的环境内面呢，点会拄着霸凌，心内种常常足郁卒的无就被不公平的对待。好，这个时阵，伊要安怎来讨放伊这个心内的郁卒？伊需要。循序渐进的去学习释怀，这就是咱的宽恕课程、原谅练习簿，一步一步有方法嘛有帮助伊慢慢啊，伊的心灵就会平安嘛，看人袂遐尼，逐个人拢变做那种刺，伊家己嘛变做那种刺猬共款安尼才有一个这是我家己一个学生就我上这个原谅课程的时阵，一个学生伊伫班上成绩真好，但是伊常常同学当作笑柄安尼啦这个同学有一届伫大家人在佚佗的时阵大家同学在耍的时阵男生生一个游戏叫做脱裤子游戏竟然就是当着在走廊上。几个同学记袂安怎家己脱裤子，那是你什么感觉？足见笑的足气的安尼还唔知要安怎办啊？同学当要笑安尼伊就安硬伫心内底我平时都一两个同学特别拢一直拢对伊就是安尼开玩笑安尼甲霸凌，言语上甲霸凌。伊讲有4-5个月伊夜暗拢困袂去，心里就很气这2个同学。伊拢我在计划我要安怎，尽管伊的威胁安怎写，要虐杀。我感觉吓掉，吓讲伊要安怎虐杀这个某某同学哇！这个情形一直甲互阮发现伊的情形甲老师讲安尼所以。学校甲阮做伙来辅导这个同学伊就到我开去所以咱嘛看到讲，这个同学呢，帮助这个课程帮助伊对仇恨内底对迄个仇恨内底呢，想要报仇，一直想要报仇，行出来伊的心内嘛平安，伊知影呢，行就这个平安的路伫伊的内面。我感觉这个囡仔若内底迄个。恨伫伊的内面，咱讲恨人的就是杀人的。大家人知影前几啊年前，郑捷这个囡仔是安怎会做这款代志，其实就是伊小时候就是一直存在的一个对人的恨，因为嘛是被同学
8年无解决哈，所以这个恨伫内面啊，实在是需要讨棒的哈。好啊，所以某一个学生讲到讲，迄个是要去原谅啊，这个是需要去道歉啊，唔知要安怎道歉，嘛就照着课程，互伊知影讲安怎去。会当去道歉，好，甲小同学道歉。某一个同学呢，因这是上到2年的时阵，国1、国2、国1上2届啊，到高2，对不起，国2的时候上了原谅。这是导师甲阮讲的哦，伊写伫联络部监管。这个同学安那写，伊安那写讲，我上完了得胜课程，好。我过去都叫那个人，现在我愿意叫他爸爸。这个老导师家己足感动的，讲这个囡仔会改变，不是阮做会来，但是这个课程帮助伊伫厝里的迄个情形，伊开始会当去可以去体谅他们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好，愿意叫伊爸爸，咱听到嘛是感觉哇！嘛是救这个囡仔心内，互伊当讨棒。啊，搁来讲的是第4项来讲吼，都是要有信德。吼，一个囡仔常常呐，伊受诱惑的时阵吼，伊需要有正确方法，建立好的习惯。啊，即摆前少年拄到的试探诱惑太多了，啊，伫用钱的方面，啊，这个学生是讲伊。是一个 NBA 这个爱好者哈，所以常常花钱哦，买很多的周边产品啊，就着课程，伊才知影讲哇，有记账，伊才知影讲伊的钱用对打去安尼哈。所以我想，这些课程拢是帮助咱的同学建立一些好的生命技巧伫伊的内面，这嘛是一个内功，好，这嘛是就是一个内功。戴上头盔呢？戴上头盔就是让同学青少年的时阵，常常对家己是否定的，伊还搁在找家己到底是啥物个，需要照着课程、照着老师的教示，好，互伊知影讲，伊会对家己有较有自信，哈。那常常他需要学习转换思考，哈，不然干嘛讲我遮做袂好，遮啊。伊会当转换一个角度看，其实我嘛会当做啥物个安尼吼，啊像这个嘛是一个例子，就是这学生呢透过Love 好好学这个课程的时阵呢，伊讲着讲，老师活动内面吼，则一个两个问，一个啦，这个你要行这个普通的门，还是你真水？啊，迄阵吼，伊选择讲，伊要行迄个普通的门，啊，但是老师甲讲，甲大家人讲，你若感觉你家己是真水，你就是安那。你就是水的哦，你要有自信哦。伊讲那节课之后呢，他发现他自己的信心就增加了。就是安尼，我的课程帮助学生更多的自我。阿哥吼，这个圣灵的宝剑，咱知影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好，上帝的话，把正确的价值信念放在学生的里面，哈，都会当来，伊知影这是对的，唔对的出来先，伊就是会当甲记转。好，对，咱就讲迄个人讲迄个会当检验假钞的人，安怎互伊会当检验出假钞？一直蒙真钞嘛，互伊普通时就是一直蒙真钞。好，蒙真钞了，伊蒙到假钞，伊就知影。好，那嘛是伫青少年中间，咱就常常甲上帝美好的价值观，甲遐个话建立伫内面。好，那所以那就这个学生伊嘛是安尼讲着哦，因为得胜课程呢，互伊就愈来愈知影讲，哦，家己会当来面对真侪代志，本来吼伊拢会惊，吼啊，但是呢，嘛会逃避啊，因为上遮的课，互伊知影会当来面对，吼，会当来面对，所以阮就是照着遮的课程，希望互青少年帮助青少年有徛的。在来讲，好，那所以得胜者教育协会啊，哈，阮的愿景就是哈，看到生命品格教育，都看到得胜者。这个看到得胜者，不是阮特别高抬自己，这个看见得胜者，讲的是看见生命得胜者。希望看到真侪生命得胜者，什么是生命得胜者？是好品格的公民。咱希望咱的社会更较侪好品格的公民，这就互我想到有一个例子。顶个月这个新闻，唔知有兄弟姊妹注意无？
一个台大资管系的学生，在大二的时阵，19岁的时阵，大二的时阵，伊就因为伊对电脑真熟，资讯管理系，台大资讯管理系真聪明的一个囡仔，伊就开始设立网站，做什么？做贩毒集团，网络贩毒，并且呢，19岁就开始哦，所以毕业的时阵，就申请做外交役去这个岛的边啊，这个圣露西亚去做外交，这叫做什么役？替代役，外交替代役。哦，去你到外国，伊个如何迄个对吧？如何运转？3年伊赚偌济？30亿，赚30亿。听讲伫树林嘛买厝，啊创啊，有人就讲是安那，咱的社会，咱的政府唔知影即件，即个囡仔的代志。伊伫倒位掠着？伊伫去年2024年的5月，伫美国，伊要对转机想要去新加坡的时阵，被美国的 FBI 抓到了，好抓到，然后是边啊另外迄个岛所显出来。大家听到这个故事，听到这个新闻，唔知你有啥物感觉啊？哇，这个囡仔人才对不？人才，但是人安怎？他是个人才，但是他这个人如何？他的品格如何？咱需要的是好品格的公民。所以人会培养过程当中，哪像咧起大楼？保罗嘛讲，我们是上帝建造的房屋。那想要起一个大楼，起得好，每一个囡仔哪想要起起来的大楼？伊需要啥？这个楼若要稳固，一定是爱地基爱稳。钢梁爱好，有弹性，地动来才袂倒去，对无？诗篇11篇3句话讲：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我就想到这个囡仔林同学，林姓的这个同学，这个人才，伊的根基不稳，所以就歪楼，甚至倒了。好，所以打对根基，用对材料，这嘛是保罗所讲的。无人会当拍别的根基，佮爱用顶管金银宝石的建造，打对根基，用对材料，所以德信家希望对所有的青少年，不管是会当去校园接触的，伫教会会当接触的，这些青少年会当有好的根基，所以嘛是阮的核心价值，就是诚信、尊重、正向、创新，这个给咱嘛有一个速度，就是咱并且呢，以热情用爱跟陪伴，还有热情，就那像咱中间真济的义工，去甲教会，啊无都用批改，哇，批改天使学生是很在乎的，每一句话学生都在乎的，都是咧帮助他们培育那个内功，真的是很重要，然后呢，就是用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的哪像要迄个建材啊，迄个钢梁徛起来安尼。所以，我希望呢，所有的囡仔，所有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都有好品格、道德品格。道德品格互伊会当做对的代志，伊嘛有成就品格，伊知影讲我要尽力把大项代志做甲真好。所以我谈到迄个林姓同学，检查伊有成就品格，但是伊无迄个道德品格，所以德信家学会阮是着重为人素养的一个机构，因为人的培育是人才培育的基础啦，所以我嘛是希望透过得胜者的教育协会，甲咱所有志工所做的代志呢，当眺望学生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有善的思维，做出善的选择，互咱的社会拢会个愈来愈好。我真欢喜会当甲大家人分享，我的时间用了有较济，那
尾啊，上尾我有那一寡时间，请阮的主任讲几句啊话吼 ，OK。牧师，还有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我想大家看到我都不陌生，对不对？每年都会特别来请安，真的是谢谢教会长时间的一个支持。那我有一个好康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刚才牧师有讲到，就是我们内宫有6宫，对不对？那我是要跟各位来分享第7宫，我们就可以7是完全一个数字嘛，什么是7宫呢？第7宫就是今年的7月，我们在教会7月27号，我们有办成人的一个讲座，我真的鼓励在座的各位来听这个讲座。我们这一次请到的是我们的专案部的那个主任，专门在研发成人课程跟情绪管理的。我想问各位你早上起床有没有情绪？没有很棒如果说还要想一下，那就大概有问题因为每个人其实早上起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情绪起伏，所以情绪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东西遇到的一个感受，但是往往我们却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有跟孩子之间会不会有情绪？跟另外一半会不会有情绪？会还是不会？会大家不好意思讲，对不对？怕隔壁旁边被那个另一半看到觉得说生气。我想我们再要好好一起来学习是到底什么是情绪，所以我们就把手机适时的把它放下来，我们来学习我们的内功，怎么样有好的情绪，我们怎么样透过这好的情绪应用在不管是我们在教会小组，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让我们的那个情绪的氛围能够更好。情绪要不要演练？要我想真的要，我想有很多的故事，我想接下来可以在7月27的时候，我们就用放下手机1个半小时，绝对让各位的情绪内功会大大的提升这个可以真的是跟各位推荐，因为我们那个老师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讲师。第二个部分是也要想跟各位来分享是，谢谢各位长时间的一个对协会的支持。今年2025年1到5月，目前我们只募到了就是才35%左右这样。那我们还有将近2400万要，就是从6月一直到12月，我们还需要2400万的经费，所以也请各位弟兄姐妹为协会的经费来带到。所以今天在各位的周报里面，我们有放了这个协会的一个简介，还有协会的信封，因为我们所募得的这些都运用在不管是课程的研发，还是在学生的一个品格的建立，为的就是我们需要跟众教会一起合作。另外一个部分是除了校园的事工，我们现在有3大事工在推展。第一个是学校的事工得胜者计划，第二个是全品学院，我们是跟各教会为客制的合作，第3个是陪你找方向。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我们问他大学即将毕业的孩子，你问他你未来要做什么？各位猜他会怎么回答？不知道答案，答对了，标准答案不知道。那你想选什么？答案是什么？不知道。所以这都是标准答案。可是这标准答案是对他好还是不好？我想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那我们怎么样引导跟陪伴孩子？这是得胜者的第3个计划。这样，那在这计划的过程当中，为的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有系统的来帮助台湾的青少年，把它建造起来。不单单在台湾的青少年，连成人情绪。为什么我们会发展成人情绪？就是因为学生的问卷回来说，他觉得他上完课，他开始懂了一点点的情绪管理，但是最要上课的是谁？爸爸妈妈。对，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我们研发了课程，也鼓励各位，我们一起来真能，一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家庭氛围？也愿上帝祝福在座的每位，也鼓励各位，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神有感动你的时候，也邀请你可以把感动化为行动，一起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事工。谢谢。